大家好，我係香港耀能協會嘅社工。喺呢條影片入面，我會為各位家長講解一啲關於情緒指導嘅技巧。情緒指導係指家長觀察小朋友嘅情緒發展，透過描述小朋友嘅情緒以及情緒背後嘅意思或想法，提升小朋友對情緒嘅觀察能力，增加佢哋情緒嘅詞彙，從而教導佢哋正確舒緩情緒嘅方法。例如，當媽媽買咗新玩具俾小朋友，睇到佢蹦蹦跳跳開心嘅模樣，可以講：我見到你好期待，好興奮喎。呢個係描述緊小朋友當時嘅心情，直接講出同情緒有關嘅詞彙。又或者，當你睇到小朋友將積木搭到好高之後，望住積木拍手笑得好開心，你可以講：又拍手又笑得咁開心，你覺得好滿意喎。呢個描述係將小朋友嘅行為同情緒連結起嚟，仲可以試下講：雖然你試咗幾次都唔得，令你覺得有啲掹整，但係你好努力，堅持繼續再嘗試喎。呢個描述反映咗小朋友嘅負面情緒同埋正面行為。如果需要，可以加一啲建議嘅舒緩情緒嘅方法，等小朋友知道出現負面情緒係可以嘅。但同時都要學習點樣幫自己舒緩情緒。例如，你知道好朋友俊俊要離開香港，移民到另一個國家，所以好難過，好唔捨得。你想唔想媽媽攬一攬你？或者我哋可以一齊整張心意卡送俾俊俊留念。呢啲描述都能夠有效咁反映小朋友嘅情緒，提升佢哋觀察自己情緒嘅能力，仲可以增加佢哋嘅情緒詞彙。等我哋一齊嚟睇下以下嘅示範。哇！你好快就抽走咗塊積木，仲成功放返上去添，你覺得好興奮喎。到媽媽啦，哈哈，得咗，我都好開心啊！見到個層層疊搖下搖下咁，你有啲緊張？好彩冇冧到啫，真係好驚險啊！媽媽都好緊張啊，等我深呼吸先。係啦，你可以用深呼吸嚟幫自己放鬆啲。擺唔到，我擺唔到啊！媽媽，俾你啊！似乎你好驚一擺，佢哋就會冧喎。你想媽媽幫你手擺？媽媽，我好驚佢會冧啊！你幫我擺上去啦。我都覺得有啲緊張喎。不如我哋一齊試下慢慢放上去。得咗啦！耶！我哋成功咗啦！你就算覺得好驚，但係你都仍然願意繼續嘗試，做得好好喎。大家可以參考以下嘅例子。透過兒童主導遊戲嘅過程，家長可以從中描述小朋友嘅情緒以及背後嘅諗法。咁樣唔單止可以指導小朋友覺察自己嘅情緒，更加能夠讓小朋友感覺到被家長明白同理解，從而提升親子關係。如果家長想了解更多關於同行歲月計劃嘅親子秘笈，歡迎大家 scan 我哋片尾嘅QR code。拜拜。